许先锋阿叔之名，到黄里坊的水站，碰上一女堂老板看见爆发在想挖火机。许先达对黄永昌阿叔是忠心耿耿，像我做人勿好这样做。我勿好忘记脱搿辰光，阿叔从我西江热山公馆里向搬出来，你要挖我火机谈也勿谈，说这样吧，让我回转去搭阿叔商量商量，再拨你回应。罗继峰一吓，要西瓜非拿我10两银子商量脱，吓得了要就拿10两银子随转来。哦哟，三叔啊！哦哟，这个像抢上抢走去个。那不错个。哎，一个人做人才呀，像男人也没法得了。哦哟，辰光不早，你哎呀哎，有没有过去白相吧？哦哟，那是感动身在。本来我也非得那派对呀，我要到有面过去了。别吱声来嘛，既然先吃老先生，哎，我也干死了。有空来问问啊。很是。哎，吃杯茶。许三马上外头打出来，不晓得大概到底路口里抬头一看嘛。哎呀，哎，先生，我问你实在不服气的。平常辰光辣店里向做生意，不出来个呀。今朝难得有空，阿叔规载我出来算账，我倒也想去白相。你看呢？乌云密布，搿种抢店是马上要落大雨走哈。哪是为啥去个啦？身半边3台分大，手里向拿着本账簿呀。人都染脱不眼，搿本账簿都染脱，搿是大事体子呀，搿是饭气灾。搿么呢，还是点走起走啊？但是一看搿个天气嘛，看上去马上就要落大雨噻。刚刚搿个路转得来蛮长个呀，再还没有啥近路，让我踩踩近路嘛，再点回转去。哎，搿陆先生是不是人呀？利索个呀，这个我再来去问问清爽吧。所以好了，回转身来嘛，马上店里向一声打进来。不晓得哪样份进来了，对的呢哈。搿老板娘搿让后头听子半日这样，现在辰光看来虚岁出去嘛，搿心里想气啊，眼睛冲出来嘛，说那个气蛋。罗继峰破家步，一看自来火出来，出了吓得已经吼也出来。哎，搞几部啥体了？啥体了？刚刚我辣里向听得蛮清爽不哈？那哈？阿是你挖火机怎样挖法噶？呀，哦哟，炮头大不得嘞，10两银子一搞得了哈，那不你想得吃个呢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叫水头引力上钩。我引力上钩了，为了哇？啥家？我听得蛮清爽哇。你讲啥么子啊？阿是人家火机来，关在你两高头困个红木头上，啥个娘出来，不了离困啊哈？但你讲心情开心，我也心开心，哪把你通得吃个呢哈？呀，说那个鸡蛋我关着你啊，我个人先加上了，后加浪。还不啊？你阿有啥来轻点啊哈？觉得你到里向哇啦哇啦，虚岁才听见呀。哦哟，一这样该打的老板娘是样凶个哈，搿邻居等我分答应个，答应子办得来是我会好啥个。现在辰光人重新打进来嘛，老先生，请了。罗继峰眼特咦，那个办法是要回转来，阿为路浪向经过激烈的思想对争，我条件开得蛮高，答应着。徐长官啊，老先生，阿是答应着，那10两银子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弄差的厉害。啥体啊？你别说呢。哎，那本来嘛，我想带玉面过去白相子。不晓得你看呢？哎，这个天浪向乌云密布，马上要落大雨走啊。哦。那么我还去走啊，再回转去。但是我想来问问你呀，按说近路么让我还再点回到大圣堂。想插近路回转大圣堂。对个，你是杭州人，不是苏州人。你来辰光最拿掉了。来辰光嘛，阿说几个路呀？关在我们那大概到的街前、福沟前、陈水转弯、五指坊，大概到的黄里坊前。阿是这样的路啊？哎，你到阿说黄永昌受得了，大圈之外，那哎，我对过有条龙塘，黄里坊前龙，哎，说出去天可热，说出去。啥他的，再往前头说出去，谁是周之上？哦，周之上转个弯，谁打窗门？哦，有手了。哎，那么我也干死了。慢慢讲。罗继峰拉急，我刚才挖那火机，虽然不成功，看上去那个小区对黄永昌忠心。来日头，非侬我挖火机的闲话回转去播给黄永昌听，那么我活。黄永昌苏州城里向，现在派在黑白两大里
才不想得走。那么我被一女堂开出来还是你，如果压力谁交帮我？得你算朋友，我明当面嘛当我是朋友，那个出来被底下才是我帮你忙，背地往我后期爆发的，绑上地上，弄顿生活，地开脱一顿生活好得半死半活。罗继峰还好个，搿点黑路也搭里舌头。搿个小许啊，老先生，你还晓得我刚才前头搭你讲搿点闲话是真个还是假？没难为，是真是假呢？啊？那是真的。啊是啊，你算错脱是伐？哦，东哥算得假门，我搭你讲，搭你心情开心，屡屡不相想个。哦，侪是你这个阿叔王永昌歹徒不小心，该子那种爆发在身上，张怕把别人搞挖回去挖脱，一直当我讲，说罗老板，你那如果本事好，不知良心呐，有空来当我试试的，我一直想试你，没机会。今朝呢，你奉命当我得来水战，我假此机会一试啊！你许些本事好，每个人的良心为要好。随便啥人用上来许些总归办法的。哦，原来是此。那么是讲啊，闲话大概打岁数。你回转去，你到阿叔门前飞几多说闲话？搿来你放心，孩子，哎我不会得去家记着个。有手了。不晓得你这样一来没法灵。本来许些打阿叔王永昌，三个一根绳浪向追光对伐？把那罗继峰当中搿点闲话一讲，别打子一个脚。许些想想哈，我说阿叔啊，虽然你拿我西江一财公股搬出来，我还分贷款呢。你本来店里向生意，年路往开饭店，500些举上大门，侪是我一举生意。屋里向500、300人还要来吃腿把牙吃，直到现在大发财有，不是天南发旺财。你还不相信？也就是不信任哦。一个人不信任是蛮可怕，所以许仙心里向已经别打这个结。下来碰着高猪白娘娘，往一个结，是一个结，叫牛结过结，那么呢还去回头拿生意。本来许仙开不出口，现在听罗继峰闲话，插金龙、黄里方家龙杀他头。周之昂刚巧到龙堂口抬头一看，呀，瞧见了！瞧点啥？刚才一忙着玉面锅追到金德龙，玉面部大雨要出门，我吓得来门信插金龙。现在听知罗老板的闲话，打打周之昂，那该打太阳出来，乐队难得个样。哎呀，奇怪，不晓得侪是小青青辣辣做伐？小家的昨日夜里听娘娘讲，今朝相公搭娘娘也夫妻旁头，一个老子双足一蹬，第十家门面，辣辣苏州城里向，看见相公大升堂出来，搿个方向，高级雨水周围，吴池坊、黄里坊的，再出来金德路。哎呀，你往玉面过去，不准你周之昂，搿么搭娘娘还碰头个，搿要龙江。小青青马上以最快速度辣辣洋上部，嘣，架子50吨水，移过来么王贞子插油上上头，砰，一盖乌云密布，要大雨倾盆。所以许仙一看不灵，快点插进了。所以王真周之昂来，小青青一看，哪么灵在？那搿条路走周之昂嘛，还搭你旁头，所以50吨水水脱，乌云气脱，叫拨开乌云见太阳。许仙也不晓得，你看看个日头，不要，今朝我外骨头没干，玉面过神仙面500辰光白相，葛么城外头虎丘绿油西游。还还去看看兜兜，所以搭着高子，望正城外读方步啦读出来。
公，呀哈呀，做啥哈搿上相公，熟得不得了，刮啦送菜。哎呀，啥人？对回过来一看，哈，搿个一下非同小可，看见小菊花的小青青，那看见小青青会得哈。昨日夜里向阿叔再三关照老实过啊，月光发下芊芊，一芊芊要寻着呢，不灵，把阿叔说上实在不是人，月光，那说出来传出来，哪得有点后事事？我倒是说，原来是青儿。是的，啊，相公，啊我与我家娘娘不家带收罪的了呀。呀，西瓜、大牙瓜、小牙瓜侪来着哈。青儿，我家娘子也来了。是啊，喏，娘娘们谁的随便，等于你喊去了，谁在身边？真是。也是一家大人家，那了杭水还是这个，当夜成亲一家大人家，到门早来，大子家父两个当差去，马上变成10岁公祠堂大棺材、小棺材、死人哭浪头不得了。我不来上当，青儿，我家娘子睡在里边，是啊，我不去，你跟我一同回家去吧。我不去，为什么不去？因为你和我家娘子怎样？不是人，不是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快讲啊！不敢讲，咱怕吃耳光。李大妹清爽，何事是？究竟是什么呀？呀，有什么？鬼！哦哟！才请听见夜光两人么心里想气啊！相公啊，你骂我夜光不得个，你哪可以骂娘娘呢？娘娘对你是个海里来办恩的呀，为此呢，杭州半高带苏州，你骂的夜光哈，趁自家心么拉起来唱，两只耳光。别个再想今朝我也难做去啊！少姐们娘娘听我讲个，是三亲啊，今朝难不能给发脾气，随便呢先拿相公来，先偷带着屋里向来再说。所以辰光三亲那个气硬劲靠下去嘛。哎，相公，想你是哪里话来？娘娘们谁得里边等于你喊去了呀？今日你跟我一同回家去吧。不让独当，我不去，哎，去吧。不去，你但是去还是不去？不去就不去。对你妈妈那不去啊，可是不客气噻。跟我来汽水忙着你屁股浪向，只当一步一招，跟我一同回家去吧。救命哎！许仙急发蹦登了专机上龙堂里喊救命。这个年代，男女关授受不亲。那许仙蛮神气小伙子，边浪向小青青小脚头蛮漂亮，突然呢鼻部也拉进去。边浪向搿点人看不懂，喂，大家来看还看点啥么子哎？俺看见点帮子来小人哪有点帮子个家？咦，搿只标志面孔点两只小伙子鼻部也叫点帮子没真奇怪，不晓得从啥他头过来两个人，一个三丫吊，一个二弟。搿个两个邻居真的蛮好，每人拿子上台。大伯娘娘窗门行李出过其余一排一排去去门，寻个许仙拿得来。许仙买好了王永昌店里向祝贺，大半日天下来三丫吊60多岁，两只脚收是收得来好女的呀。哦哟，阿爹，那我吃不下去。也是个嘞。哎，啊，那寻不着个了哈。你个狗要哪寻啊寻不？哦哟，我追得吃来啥子？呀，哎。那前头就叫难嘛的了。哎，小弟还是当相当。弄不懂。那么我们来去看看啊。来去看看。阿爹，你等来给他等我啊。那我们不来。哎，你咋办不动噻？啊哒！你就跟不来，噶整个人圈只有口没。哎哟，但不是，才想摸了当相当。哟，先亲阿家人得个泡毛头干个呀。现在啥去讲？偷来这个年轻相公，眼睛望着我里想偷进去。那个相公们将来该子不肯去，但弄不动子。重新回转来，哎，阿爹，啥人？不是个，那不是当相当，啥事体？喏，这个三亲阿家偷来这个年轻的相公，忙中我里想偷进去呀，
搿个三公嘛不肯去，否则啥个楼台哇？还是怕满头家个。哎，我晓得，那搿个头名姑爷5亲头，啊？别当子别婚之对呢。哦，阿爹，你还是讲搿个年轻的三公算是狗牙噻？对个，哎，那么对子，当然去。对不起呢，我只把人家动地要去帮忙。你也帮忙。阿爹来大也来的呀。有劲两家的沙太的狗到桌子上人堆里向侬人分开一块石头认得。下家拖来个狗牙，再让怕毛头干就是你。这个下家。哦哟，两位干领。嘿，你拖来个啥人？不瞒你讲，他乃是我家相公呀哈。说你是狗牙。是啊，今日的路狗家们他不肯回家。呀，西瓜真个别婚之对呢。下家你放心，哎，你搬进去。啊！我带你的两家头努力吃头吃家吃尽了。我来得真好哇哈！谁子们拜托两位了，哒，先马着你先进去噻。看见小青青进去，三要掉泥地去就。到许仙边浪向一个东一个西，忙着的边波浪向。狗呀！没真狗呀！来着的，来着爹，进去。回着去。许仙想，这个两啥人，一来一上我不认得。你们是谁呀？你说呢？你是给他这个乡邻？乡邻。对个。乡邻5头些。帮忙啊！哎，你非要做报告进。进去。进去。两位干领，我家娘子不是人呐。因为那个中少个我讲。哎呀，年纪轻轻才像我真然。你那口着我。可熟水当才像我，手头上是也哈。谁是喂？进去。进去吧，进去吧啊！我家娘子也归。也刮么是也刮他两下。啊，那辫子当子非要刮他那两下。胡子我怕也刮他两下。许先生，我觉得这个两个朋友弄么弄不清爽。我说你家主夫是人是也刮，你讲啥个我辫当子也刮，浑身不搭嘎，并那一家头离得再做，三要掉你的两家头，我许仙猛针子里向砰。我许仙推到天津里，两家头过来，我说像刚归上人忙着门了。哎呀，阿爹，哎呀，真个吃力个噻。你的呀，你不来这个噻？我不来着。好，不然我们来敞来个扇门啊。多么给了两扇门。许仙龙家了，你想家主小青青是眼光，给了厦门浪向两个朋友是人是出来，我分弄清爽。是人，我还有点后路。是出了，今朝我就搁了当中进退两难。哎呀，这边在课堂间里向忙忙，并良心教各种布置还要考究。高上侪是随用莫开黄样，杭州当阳神村谁是个点高上？明早里来马上比，大锅在小锅在死人可不让头才露出来。年纪大个人讲，眼光个么子不来的，倘若噗一看，谁会得一个洞？那么我来试试看。不知哪把你想出来，回到天津里向去拾块砖头，奔到课堂间，站在凳子浪向，看看台子浪向，嘟嘟。边浪向个泥地看不懂这样。啊，爹爹。泥地呀？可不要啥子啊？啥天我晓得。侬看砖头台子浪向盼盼。这个小猪，真正5亲头。哪来？别堂子别光子懂的。哎。那么我不懂的去别堂子。啥子？要想侬的高档，当特子再去别堂子。真的？哎呀！那个小吃了。对呀，不可以这个。要做报告金。是这个还要搞啥？你那可是当3钱或者2钱个。真是不舍得个喂。许先生，你到了讲啥么子？啥个我们别堂子，啥个侬个高档么去当他了？弄也弄不清爽，砖头一剁，拉课堂间剁剁走，洗走。搿么三星星的哈，现在辰光人得，在路浪向排队娘娘说娘娘，你还是得下来吧。搿牙总算把我拖出来这样，但是刚刚来，立马那眼光，我心里想气得不得了，恨不得把你2只耳光。娘娘对三星星妈妈，你啥提啥个？那个脾气来，就太急，立马我眼光，因为你来还不晓得。心里向疑问蛮多，你看我今朝下来，我一番闲话讲上去，随还搞脱你心里向搿点疑问。这个，我带你2家头先下来吧。
所以带着三青青流浪向下来，大概搭的客堂间跟手，三青门里一些麻子里向喊进去：“我家小姐吃饭了。”许仙个心别跳过不停，一丝夸阳光下来着，眼睛傻辣子屏风背朗朗看。娘娘人眼睛大大里向，搿张面孔是漂亮，你哪看得出你是阳光？但是你绝对不是人，你都才会得变。所以看见白娘娘忙着前头过来，许仙个人慢慢就往后头辣辣退。娘娘还辣辣看呀，一看么勾住三个人哇！哎呀，你看呢？我当那啥有分排头子那个人，手脱子不扇子哇，肯定带着手嘴吃口头子。看见三个人心里向哪边难过，所以一大路拉上来。哎呀，过生啦！哒，一下帽子你身浪向扑上来，你还扑上来个？阳光扑上来，非弄我吃脱个？哪是许仙搞你黑面孔长得凶凶？娘子啊，往后头辣抬呀！哎呀，娘娘看不灵哇！三个人来杀起家，看见我来看啊，吓得了面孔走色，浑身浪发抖。哪桩事体家？搿个里向肯定不对了海。娘娘现在冷静下来，冷气阴阳手指高头向一看，哦哟，老臣明白了。哎，三个人的胆子三不够呀！此番坐在衙门里向公堂浪向，把那个大来呀，进堂门往打一拍，是啊打一拍。搿三个人的胆子本来就小。辣杭州辰光，我送过一个字不离呀，啥个字嘛？一个米字。本来搿个米字，能让打打中中，本来是俺一拍了，就说哎，望着外头花出来只半个米来。是不是看见我现在吓得不得了？搿么是俺还是得让我搿个米字搭里不正。所以现在辰光娘娘你同真言真语，哎，国人啦！奇怪子，本来许仙西游边上白娘娘送把那个米字辣辣当中，把前堂有王怕石啊怕往外头花脱一点点。白娘娘回眼一看就清爽，现在拿个米字砰，不如反正一如迷信迷辣当中。刚才看出来高举有理有气，不是人。现在再一看，满头之彩，不花不得，让奴拼的。本来随了想搞，哪是不得了，发掉。娘子，娘子啊！呀，国生啦！冲过去，搿拉白娘娘两家头抱头痛哭。你到两家头搿拉子，龙家特三爷掉到泥地，搿些辰光男女关传传不清，哎呀难为人。三爷掉接得了要紧，拿个眼睛是讲泥地啊！哎呀爹，你勿好看个。有两高头搿来子。哎，你快点眼睛闭拢。少钱我会看脱些还是？你看子眼睛也瞎脱个。啊，人家结棍得了，我搿是我不看在。小青青对娘娘相互望望，你倒太激动，你都从里分离之情，搿么让两个邻居打发脱子，你都自家就嘿嘿。所以马上边上拿2两银子再摆一摆，送拨2位家令让你都出去。那么门关上，回到里向，你都小夫妻已经坐定身体。小青青派子2杯茶，搭里都放了，自家来了半边。许仙今朝心里向一是靠我，一是难过。难过点啥高知呢？阿些，我为此你把我2只牛排吃子叫我口头，想着我身打出打进，心里想口心一直别跳过不得。靠我点啥今朝，我奉阿叔之命来水战，吃。哪会得碰上那高知？低手哭了。
娘子，孤身，娘子啊！叫一声娘子，可要生气。他的内举儿滚滚石楼。娘子啊，始终那日分离，我是上头不日水彩起，我们今朝一日黄粱梦。娘子，我们今日夫妻重逢，莫非是在梦中啊？孤身想你是哪里话来？啊，你吹开呀！啊，这见那窗外的阳光为微笑兮，我们今朝夫妻重相见，我要天然地居不分离。娘子，我们今日夫妻重逢，再不分离。是啊，我们再不能分离的了。哈，娘子，想被人背，谁当最先都在苏州，你可最先？我是最晓的。啊，你晓得个？你既然最想，又不扎些打鼓手来开开杯人？哎，古人呐、
那么听懂，除非拿来，你刚些到娘舅趴头的，先等我拉苏州水库，专门拿你刚些到屋头小请送到苏州夫妻办头。你到娘舅做啥个事体？啊？有这样的本事，娘子，你家母舅新人名帅，祝贺生涯。我家母舅嘛，名唤瓦凤琛，一生后内开封府。不得了，你家住身边头上才是大把头。亚边关中正娘舅一人河南开封府，把头读得歪在歪不走。别个家住啊！你到屋里向过做得这样大，那做点事体我弄不懂。我要打来问问清爽，娘子，我们在杭州的时候当为人情，到得来这娘子叫我两个女宝，真为是谁大可人。爹地妈妈晓得个，三个人的脾气，那个人疑心病特别重。还等我下周搬家到苏州的辰光，路浪向来，我的句话全部想孩子。今朝搿点雷动，侪要搭里补补没，气脱你个疑心。啊，古人，娘子，难道你竟反胃的了？放却什么？我爷搿辰光做大官，边关浪向忠正的官职。那么打仗来，你恨得不得了。哦，伊是打胜仗的，打至胜仗回转来，皇帝非常欢喜你，上次夫夫相相同地人子拨了你。哦，那么喏，搿点女伴侪是皇帝赏拨你个呀。赏拨子我爷来就改拨我。你说囡啊，搿点女伴唻，拿当我搬过去来，等到将来唻，拿报答陈亲嫁人的辰光，那么喏，搿点女伴侪作为陪嫁，拿交到夫家去。说不定我一直扛了海分用，除非当年三姑娘两家头报答陈亲，拿伊回转去见姑娘子。我不想你手里向没同地人子哪回转去呢？对个。说不定我拿出两只改拨你，不晓得只有搿两只女伴出自这样的事体。哦啊，官人，想起两个女伴不是谁大可人，想是只有么他弄差的了。谁当之有，真个不像人。我自家老实的吃了，我是大可人家的一年饭，一年官司到苏州了。娘子，妻不归非不归，都要归这个谁当温罪去。是啊，将被人发配姑苏一年，娘子啊，你要替被人报仇雪恨。三姑娘乃是个三奴脾气，我也办受了这个，那么这个让我来安安你心吧。官人，想你对此放心。我家母舅们已经将他各出杀辈的了。大弟弟到娘舅，官爱做得到，现任河南开封府，晓得我吃亏，已经拿海隋唐有各只利刃，把娘娘1384岁老高部偏偏呢18岁小姑人，现任河南开封府哪还去割隋唐支援过？有些像伪装事体。我辣杭州当要人才搞大人搞红绿一国，那明朝会得变成祠堂，大官才小官才。娘子啊，杭州当为人情乃是红绿一国，到得来着怎样变了个朝鲜公司的？哎呀，三姑娘啊，你哪侪忘记脱着呢？你还记得我当年讲过的？我从小上山，报骊山栏目为师。对个。等你搭点来，学过不少本事的嘞。那么你想呢？当辰光你说到衙门里向去着，后些呢我到三星星听说的，衙门里向炮子打草，但你屋里向来水茶，讲么讲是搿种打草啊？你都办得来看啊？你都个大人家的，房子这样大，哦哟，屋里向包些这样嗨，只有两个女人妈妈，搿是称夺福之人，人水牵羊，打脱羊巴，搿是搿点古董玩具，侪蛮值铜钿的。所以当辰光我灵机一动嘛。你同正义追女，弄这个红绿一国变成一个朝鲜公祠堂，这样么呢，吓得他们不给谁嘞？搞主内有道理，骊山那么学生子，红绿一国变成祠堂，哈登都不过来，实俺们搿种古董宝贝不会杀脱呀！哎呀，有些看盖的房子也蛮大。搞主，你还是也是只祠堂边的，这样子。这是你母舅的房啦。
耶，对你妈妈说几家，你会多问一句了哈。晓得个，许三人疑心病特重，还得给他的了，是房子呀，不是我逼出来的，不相信你只管看么子喂。他是孤身不信，只顾细细观看谁是了。许先生，我本来做不出，你告主上啊答应让我检查看，我从前头看到后头，察眼观色，我觉着是人的地方，笃定放心是了了。倘若觉着不对，擦家屁股打，肯定不是人是妖怪。这许仙还是疑心病重。不晓得一个圈子把娘娘搭里对我来，哎呀，正宗大人家，所以这趟搞出来，大致小亲亲是了该的，第一个门面我还踏踏平平，杀伤队里觉着开呀头，哎哟，别弄错啊！我不是来寻搞主夫妻相会，我是奉阿叔之命，奉命水战，时刻强女小亲。阿叔老了，神啊大圣堂等我，搿么呢？快点先回到阿叔大圣堂，我去讲明一声，不是店里要专指让大家些夫妻相会。这个许仙啊，你回风回转神啊大圣堂，大圣堂来自一个人，也天内做老板，无为继受。西游渔村江山定情，为拜君恩红楼失情。崇祯教孽后世口人，人言传记因为爱情。4个人4起上片台词白茶，让你一来看白富美拿单山穷猴记。